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大家将手机啊关机。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此时，请咱起立，因时的。OK。对，从现在。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即马请咱起立，因时来阿罗上帝，圣诗第273首，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请咱起立来因宣手。
即马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中恩典够用，不致缺乏。感谢主，你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在大小事上都可以来依靠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有时我们会对主你没有信心，想着要自己做主，没有让主你来掌权。我们有时也常抱怨不如意的事，没有看到生命中还有更多感恩的事。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有时也为了地上的事忙碌，而忽略了要花时间亲近主。以上这些都求主来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敞开我们的心门，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智慧，领受牧师所带来的你要跟我们分享的话语。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马，请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54篇，启应文第54篇，也是马太福音第5章。我来启，请兄姐来应。心灵善食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摇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助；高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净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记着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即马，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31节。好，我来读。到迄个礼拜日暗时，门徒足聚的所在，门拢关闭，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耶稣来徛伫伊中间，对因讲：“愿你平安。”伊讲了，将双手甲下下互因看。门徒看到主，真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讲煞，伊对因分开讲：“领受圣神，恁赦免啥物人的罪，因就得着赦免；恁无赦免啥物人的罪，因就无得着赦免。”多马嘛叫做声生仔，伊是12使徒的一个。耶稣来迄时无甲伊做伙伫遐，所以其他的门徒甲伊讲：“阮已经记着主啊。”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钉液，用指头仔摸钉液，搁用手摸伊的下颚，
我绝对毋信。一礼拜后，阮都就伫你厝内，多马甲伊做伙，门关伫耶稣来，徛伫伊中央，讲愿你平安。然后伊甲多马讲，伸指头仔来遮，探我的手，伸手来摸我的額下，毋通无信，着信。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甲因讲，你看到我才信哦，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耶稣伫门徒的面前摇行真侪圣约，无记载伫这本册内。记载遮个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搁互恁通过信，靠伊的名得到活命。以上，愿上帝的话，真侪人的帮助甲智慧。这时青少年团体要带咱来学乐上帝，伊所要学乐的诗歌是：我要全心赞美。愿一切水的歌声，真济芳芳的济，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带阮来见到的是本堂的林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毋通无信着信。将时间交予牧师。麦克风开，OK， 好。我毋知影咱今仔头拄大声咱爱来感谢咱的青少年团体，因带咱来敬拜上帝。搁伫咧咱头拄
一开始的时阵，咱嘛会看见咱的诗会，咱的少年执事非常的紧张，已经是第3遍的诗会吼。咱嘛会通看见其实咱的遮个少年的执事非常的用心。恁若有注意去感受，你就会发现咱的今仔日志祥，伊的台语比顶2遍佫较好，吼。这是值得咱来安尼感谢主的吼。咱的遮个少年的执事，因真用心，无需爱先读一遍录音，互因听了，因家己伫咧厝诶，家己一直听，吼。了，佮拜5啊，无就是拜6，来到伫教会，甲牧师伫遐一直调整迄个发音，所以咱会通看见咱的教会，咱遮个少年的执事，因为着教会的遮个服侍，因真正用真侪的心力，用一个伊原底本地无咧使用的语言，来伫咧教会内面来服侍，我感觉讲咱这是值得咱安尼搁较侪来甲因肯定，嘛期待咱会通来鼓励咱遮个青少年会通搁较侪来运用来使用咱的母语，互咱的即个台语也好，不管是台语、华语，甚至客语等等遮个语言，拢会通安尼用了搁较好势。今仔日咱是即个过活节的即个第2主日，过活节了后第2主日，伫咧即个耶稣基督过活了的一礼拜内面发生真侪的遮个代志。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拄好就是伫咧即个期间所发生的遮个代志。咱要照着即个期间所发生遮个代志，咱搁一摆来审查咱家己，也期待咱真正会通安尼堪得来讲得到安尼讲会通咱所活出来，真正会通荣耀主的名。今仔咱的经段内面，大概差不多分做2个大部分吼。第一个部分就是伫咧即个耶稣来门徒来显现的即个段落的部分，伊伫遐讲起着迄日就是7日的第1日，其实就是咧伊迄天伊会讲到阴暗的时阵，就是表示要讲的是迄个国活节迄天当日的阴暗。门徒因为惊犹太人，所以因将门关起来。耶稣伫迄中间来因来显现，的迄个记载。第2个是即个因为多马迄当阵无甲着遮个门徒3个做伙，所以伫迄中间有侪的伊伫遐，对咱今仔日咧讲着迄个主题，迄个是安怎讲伊叫做无信的多马的即个记载，甲迄个耶稣甲多马的记载，上落尾才是迄个即个约翰福音的即个作者，伊伫遐讲起讲是安怎要写即本册的目的。咱要大声来看到即个第1个段落，即个19节到着23节内面所讲起着的。耶稣伫咧即个安尼过活了但是因为经历着头前的迄个受难的部分，所以门徒伫咧耶稣死了后。继续伫遐安尼利用因迄个最后晚餐的迄个阁楼伫遐来聚会，这是一个真有可能的现象如果若确实是安尼的时阵，即个阁楼是啥物？伫咧啥物所在？有可能就是伫咧圣神降临节迄天所使用的马可楼。毋过因伫咧迄个过程内面，遮个门徒因犹原安尼。遵照侪的迄个咱讲戒心因真惊吓，因惊讲遮个陷害耶稣的遮个犹太人搁来，是毋是要来安尼讲迄个陷害耶稣的门徒要轮到因惊遮个犹太的即个公会派着遮个秘密的遮个人员。偷偷入去到伫因的中间，要来掠因。
就伫咧迄个时阵，耶稣出现伫咧因的中间，对因讲：愿恁平安。即句话其实意义深长吼。咱敢若看见讲愿恁平安，安尼即几字，但是事实上，伊即个意思是咧讲着讲，愿上帝将逐项的迄个好物，也是讲迄个美善的即个事物，拢赐互恁。煞接耶稣就将即个教会永远袂通袂记的即个使命来托付互即个门徒。所以耶稣迄个迄个大使命，马太福音内面迄个所记载迄个大使命，其实若伫咧约翰福音，伫咧即个所在，耶稣就已经将迄个使命互因，只不过是敢若无讲甲遐清楚。伊敢若讲，伊怎样讲？伊敢若讲着讲，爸怎样找拣我？哦，我嘛照安尼来找拣恁。所以伫咧即个中间，咱就要看到的就是有几个现象，咱需要去了解。就第一个就是伫咧即段的经文内面，一个真要紧要讲起到的，就是耶稣基督需要教会。即个教会必须要是迄个保罗所讲的，迄个是基督的身躯的迄个教会。耶稣为着全人类安尼带来安尼一寡遮个信息，但伊已经要转去到爸迄个所在，除非即个教会即个也就是基督的身躯，伊有咱讲接下这一棒，接下这个棒子，无伊的即个信息无法度传落去互每一个人。所以教会需要真做迄个耶稣基督迄个伊的出口，为伊来伫遐来传讲，来真做伊的骹，为伊来伫遐来奔走，真做伊的手，为伊来做工。咱伫咧即个所在，虽然是安尼讲基督需要教会，但是咱真要紧的，咱爱知影的就是，就算讲咱无愿意真做主伊的迄个器皿器具来互伊使用，但是教会上帝有缘会兴起侪人来安尼真做伊的即个器皿，来互人来互伊使用，来真做基督的即个出口，甲着基督的骹，甲着为基督的手，来为伊来做工。因为伫咧圣经内面嘛讲起着讲主伊就算讲迄个伊伫咧迄个即个迄个犹太公会，甲着即个法利赛人伫遐对耶稣讲，你看见即个囡仔伫遐咧讲啥物话无？因为遐囡仔伫遐咧讲好山啊好山啊，阳光归伫大鼻的囝许的。耶稣安怎讲？讲咱若无要学乐，咱若无要称赞。上帝伊就会对互石头起来发声音，所以问题是咱选择要互主使用啊无？所以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的是一个真要紧的要点，就是基督伫即个所在，基督需要教会是要来互伊来为伊来做迄个伊还未完成的遮个工作，需要教会来。继续来完成这个工程。第二个就是同款，基督需要教会安尼。第二个是啥？是教会同款需要耶稣。因为一个奉差遣的人，因需要迄个差遣伊的人，安尼来，互伊有逐样教业，通好去安尼去承受这个伊所要去差遣要去做的这个代志。所以，伊需要对迄个差遣伊的人遐来领受侪迄个信息甲着伊所要传讲的时阵所需要的迄个能力，甲着伊的迄个权柄。当伊伫咧遭有着迄个妖异困难的时阵，伊嘛需要有通好有人通好来安尼咱讲求救求助的时阵。若无耶稣，教会根本上是无信心。
若无耶稣，教会就失去丧失迄个能力。若无耶稣，教会就伫咧面临迄个困境的时阵，会求助无门，无求助的对象。若无耶稣，安尼教会就无法度受到迄个启发，无法度去安尼领受对天而来的迄款的快乐。搁较无法度安尼来得到迄个咱讲振奋，迄个得到兴起。所以伫咧即个所在，第二个要点要讲起的是教会需要耶稣。伫咧讲到咱今仔日即段里面第三个要点就是耶稣差遣教会，亲像上帝天父差遣耶稣共款，每一个读到即个。尤其是即个第四本的即个福音书的人，拢会通看出来，就是耶稣甲上帝天父上帝迄个关系是安尼，迄个是伊个是照着迄个完全的顺服，甲着迄个完全的听来建立的。只有伫咧耶稣对上帝有安尼迄个完全的顺服，甲着迄个完全的听的时阵，伊才有法度来成做。上帝的迄个使者，同款教会嘛必须爱来完全顺服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完全用着迄个完全的听来听咱的主，才有法度来成做耶稣基督的伊的迄个使者，甲着迄个成做伊的器皿来互伊使用。所以教会安尼伫遐奉差遣出去，毋是伫遐传讲本身。咱的信息，咱是要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迄个信息。伊应该是爱安尼顺服耶稣基督的旨意。教会若是干那如果若假使讲安尼无尊重耶稣基督的迄个旨意，无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是倚靠着家己本身的智慧甲能力，安尼即款的教会会通讲是失败，是无有价值的。所以咱会通看见着，对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伫咧第一段的即个经段内面伊只遐主要说伊讲爸怎样差遣咱，差遣伊也照安尼来差遣咱。伊内面就有即几个需要即个基督需要教会，甲着教会需要耶稣。以及耶稣伫迄中间来差遣教会，来为伊来做工，安尼的一寡信息伫咧中间来呈现出来。过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头拄咱讲起着，迄个奉差遣的人需要对迄个差遣的人遐来安尼领受，不管是信息也好，迄个能力甲权柄也好。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伫咧咱今仔读的经文内面，伊去讲着讲耶稣来悟着即个门徒，分一口气，赐落迄个圣神来互因。当耶稣伫遐，伊讲，伊伫遐分一口气，对因讲领受圣神啊！我毋知影咱会去想起着啥物货。我想这伊会通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来去想起着伫咧创世纪内面的即个创造的即个故事内面。遐讲起着耶稣迄个上帝伊怎样伫遐创造？伊遐讲起安怎？伊讲主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捏造人，对伊的鼻孔分生命的气，人就成做有生命的人。若是伫咧咱欢喜讲安怎？伊讲迄个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咱会感觉讲，咱本来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敢毋是？因为上帝已经对咱分去，但是咱要看见的就是，如果咱若真正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安尼，咱是安怎有缘有侪的失败，咱是安怎有侪软弱？咱若过来
共款，耶稣伫遐讲对门徒伫遐讲分一口气，讲领受圣神的时阵，我毋知咱会阁去想到伫咧圣经内面倒一个经节，伫咧以西结书内面，迄个安尼讲遍满安尼即个即个平原顶面，全安尼一堆的即个骨骸，即个骨骸顶面，伊伫遐听。即个先知听见上帝对风讲呐，伊伫遐讲起就讲迄个讲风啊，就对四面吹来，吹入去正会互人胎死的人内面，互因活起来。迄款的伊伫咧，那我毋知咱想象讲，伫咧迄款安尼迄个写照内面，圣神降临就那亲像迄个死人来复苏共款。教会若一旦接受了圣神，就那亲像重新来受造，有迄个能力来安尼负担去伊应该爱有的迄个责任甲使命。这样就是要互咱看见的，就是讲耶稣所有这个门徒，因毋是已经对耶稣遐尼啊久啊嘛？是安那需要伫咧这个时阵，犹原阁需要。伫遐来领受圣神，也毋是因虽然讲安尼军队耶稣，但是咱看见圣经内面的记载内面安怎讲，因犹原听无明白耶稣咧讲啥物话，所以耶稣伫咧即个时阵，当伊已经过啊，伊要转去到伫爸遐的时阵，对因来分一口气，讲恁领受圣神。互因原底迄个本体虽然看起来那阵是活的，但是事实上确实是那亲像是死的共款，安尼迄个人，因为圣神来分入去到伫因的内面，互因真正成做一个真真正正的迄个有灵的活人。咱无搁再是迄个死的，乃是迄个活的。伫咧中间，耶稣伊对门徒。来讲起着另外一句话，伊讲，伊伫遐讲起着讲恁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得着赦免；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无得着赦免。即句话，当咱若咧看见着即段的经文的时阵，我毋知影咱会去想到啥物。安尼教会安尼有足大的宽变，尤其是那亲像安尼的时阵，那是毋是？即个教会内面的牧师、长老、执事伫遐安尼讲起就讲，无要甲你赦免就你的罪就袂得到赦免，甲你赦免，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是安尼吗？即句话真正含义，咱需要特别来注意。有一件代志，咱通好肯定的，就是无人有权柄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但是教会。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迄个安尼权柄，甲迄个荣光，就是传讲上帝赦免人的罪，安尼迄个真理。所以教会是迄个宣讲，去讲起着，亲像主耶稣伊伫咧对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所讲的，讲妇人人啊，敢有人定你的罪？伊伫遐讲起讲主啊，无。耶稣怎样甲迄个妇人人安怎讲？伊讲我嘛无定你的罪。教会所需要的迄个迄个权柄，就是伊伫遐来迄个传讲上帝赦免人的权柄的迄个真理，因为教会嘛无定人的罪。咱今仔日咱看见今仔日有偌济教会看见侪人的一寡作为无好势，咱。伫咧迄个中间有侪的批判，咱爱真细意伫咧迄个中间，有可能咱已经超过咱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迄款咱的权柄，咱无随便定人的罪，咱所需要是传讲上帝赦免人的权柄。如果有人伫遐来甲咱讲起着一件即个。安尼，即件代志的即个真实性，咱需要是爱根据即个传话的人，
找伊就讲即句话的人，伊甲着迄个团，甲互伊有即个宽平的人，到底伊有偌深的迄个人物来做界定？如果有人解说另外一个人的意思，迄个解说的迄个价值，是爱根据即个人甲迄个人伊的迄个亲密的迄个关系的程度来决定。就较亲像真侪时阵有人会对某一个人讲，我相信咱中间加减嘛有人会听着讲，牧师讲啥？毋过事实上，伊若像无来甲牧师讲过，牧师嘛无过伊讲啥物货。所以咱若是用安尼来去想象的时阵，今仔日咱爱去看是即个人甲迄个人，伊的关系亲密到啥物款的程度，伊会使来去传即个话啊无？所以咱若安尼来去看的时阵，主的门徒是上有资格来将耶稣的话来传互人，也就是讲你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伊是甲主耶稣基督上亲近的。如果因若假使因知影某一个人是真实来安尼反悔因的罪，因绝对会通肯定来去甲迄个即个门徒一定会通真肯定来甲迄个人迄个人安尼讲着安尼基督赦免伊的迄个事实。共款，如果门徒若知影有人并毋是真心来悔改认罪，只是干咱讲的讲叫做阳奉阴违假影安尼就通安尼就会通安尼讲迄个对迄个人来真讲对伊来讲，去讲除非真正改变因心内的迄个念头，真实悔改，无因未得到上帝的赦免。门徒只不过是敢若会使讲到安尼那点，因为耶稣伫咧中间所赐予因的宽平，因是迄个传达迄个赦免上帝赦免人的罪，安尼迄个真理，并毋是真实来赦伊的罪，因为人无迄个宽平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所以。咱若用安尼来看的时阵，耶稣所讲的即句话，并毋是将迄个赦罪的迄个权柄交予某一个人，是某一个安尼群体。耶稣只不过是干那安尼转达即个权利，将即个权利来托付予门徒。所以即句话的意思是啥物货？是讲起着讲，耶稣将即个传讲基督赦罪的权柄。对遐个毋肯反悔，讲传讲基督赦罪权柄，以及对遐个毋肯反悔认罪，甲因警告，来将安尼个权利托付予教会。所以咱要来看见咱今仔经文内面的即个第二个段落，也就是24节到29节即个中间，咱会通看见着伫咧即个中间，就是一个真。即个经文，即段经文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即个主角叫做多马。多马伊是一个，咱会通讲伊是一个性情中人。安怎讲伊是一个性情中人？当耶稣安尼伫咧安尼宣讲福音的时阵，带着门徒安尼去到伫即个安尼伯大尼迄个所在。后来伊听见着即个列撒罗。安尼破病，有人来对伊讲，你的好朋友列撒罗破病啦。耶稣原底本底讲，即个病未治到伊死，结果过几日，耶稣对门徒讲，列撒罗死啊。所以耶稣打算要去到伫即个伯大尼的所在来去探望伊。当耶稣对门徒讲列撒罗死的时阵，多马伊啥物款的反应？多马讲，安尼咱嘛甲伊去同，咱嘛甲伊同齐去死好啊。多马伊毋是一个迄个咱讲胆怯的人伊毋是一个安尼真安尼讲安尼惊代志的人，
但是伊却是一个咱讲俗世的一个悲观主义的人。是安怎讲？伊是一个安尼的人。多马当耶稣安尼，迄落受定十字架的时阵，伊甲其他所有门徒拢共款，拢走了了。但是多马是安怎？伊嘛甲遮个门徒拢共款走了了去。因为多马伊是一个真疼耶稣的人，伊疼耶稣，并无比遮其他门徒较输。当其他的门徒伫遐咧丢毒，伫遐咧安尼着惊，毋知要安怎时阵，伊愿意甲耶稣讲，愿意去耶路撒冷甲耶稣同死。讲咱嘛做伙去甲伊做伙死。耶稣，但是伊无想到讲伊所预期的。安尼，迄个结果会遐尼啊紧就来实现，就是耶稣伊受定死的即个事实，互伊安尼心，咱讲，互伊的心安尼感觉讲心碎啊，伊足伤心的，直到伊伤心到伊无想要搁见到人的眼神。多马必须要伊伫遐，伊必须要伊家己一个人。去面对伊家己内心的迄个痛苦甲悲伤，意思到伊当耶稣第一遍甲着门徒伫遐来显现的，对门徒来显现的时阵，伊却因为抑阁继续伫遐自我疗伤，结果伊怎无伫咧现场。当耶稣过来消息对伊来讲。伊听见着其他门徒对伊来讲，记着讲，即个耶稣国话的即个信息的时阵，伊会通讲，伊听到即个信息，认真讲，伊是叫做讲啊，欢喜甲难以置信，所以伊毋敢相信。直到多马伊伫咧迄款的迄种悲观的迄个情绪内面，伊讲去讲，除非安尼，我看到伊手中的钉牙，用着镜头安尼来摸伊的钉牙，用手来探伊的血液，我绝对毋信。伊无法度去相信讲耶稣已经对死你过安尼的一个信息。后来佫过一礼拜了后，耶稣佫一届来临到伫即个门徒的即个中间，即届多马在场。耶稣知影多马伊的思想，咱通想象哦，耶稣已经安尼门徒显现一遍，伊是安怎要搁显现第二遍？伊是为着多马来，伊知影即个多马抑搁伫咧伊家己的迄个自我疗伤，抑搁伫咧迄个悲伤的内面。伫咧迄种无法度相信的内面，伊要来亲自来安尼医治多马。所以伫咧中间，耶稣临到伫即个场合，耶稣知影即个多马，所以伊对佫一届重复伊迄个多马所讲的话，并且伊伫咧中间爱多马来探伊的即个咱讲伊的灵魂。这是多马伊的心讲欢喜甲袂过哩，敢若安尼毋知要安怎对主来表达伊对耶稣的迄个疼，甲对主的迄款安尼的忠诚，伊只有敢若会通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伊讲多马，你因为看到我才信，迄个无看到来信的，真有福气。意思就是讲，多马，你亲目看见才信，遐个，但是遐个安尼用着信心的目睭来看的人，就来信的，遮个人，偌尼有福气。伫咧即个中间，咱会通真清楚看见着多马，伊有一寡的性格检测，也会通互咱
有一寡下遮的教导。我毋知我头拄伫安尼形容多马的伊的迄种伊的迄个性情，伊的性格的时阵，我毋知影咱有咱的兄弟有去感受到讲，你甲伊有足同款的所在无？咱今仔日咱的有偌济的基督徒，当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嘛是共款去秘伫咧一个角啊，伫遐自我疗伤。咱无愿意去甲人讲，咱嘛无愿意去将咱咱所受到迄款的伤来人讲，家己伫遐，结果又搁透袂开，家己一下安尼咱讲纠结。咱会通看见多马伫咧一个伊伫咧，咱今仔看即段经段内面，多马伊犯了一个真大的错误，就是伊伫咧忧伤、伫咧失意的时阵，伊伫遐将伊家己来孤立起来，伊将伊家己对迄个基督徒的即个团体，来咱讲，咱亲像隐退出来。伊甘愿伊家己孤独一个，伊无愿意甲人伫遐安尼做阵，因为伊无法度伊嘛无甲其他的遮基督徒同伴安尼做伙，所以直到多马伫遐失去第一遍就甲耶稣基督安尼来伫遐安尼讲，咱讲会遇，甲主耶稣各位主伫遐三度安尼迄个情形，迄个机会。咱若是离开咱的即个信仰的团体，家己伫遐独处的时阵，咱有当时咱会失去侪的即个福分，因为遐只有干那伫咧咱的即个信仰的团体才有的迄款的福分，当咱伫咧家己自我伫遐独处的时阵，咱是无法度领受到的。特别是伫咧咱忧伤失志的时阵，咱真容易来将咱家己咱讲孤立起来，将咱家己安尼独立出来，无愿意甲人接触。其实伫咧即款安尼的即种的时刻，咱应该搁较需要爱来找求咱的信仰的团体即个支持。安尼咱才有法度伫咧甲着咱的即个信仰的团体。伫遐安尼做阵的时阵，咱有机会甲着咱的国外主伫遐来相拄，敢毋是？所以也要伫咧即个所在来唤起咱所有正兄弟特别是咱迄个厝内若有人死失的时阵，咱搁过来，咱绝对毋通家己关伫咧厝的，咱需要行出来，咱需要甲着咱的侪咱的遮个信仰的遮个同伴，同齐伫遐安尼讲经历着即个咱讲心内侪的忧愁，安尼失志，需要有遮个咱的即个信仰的同伴甲咱陪伴。但是咱遮个信仰的同伴，有当时认真讲，咱嘛爱真细腻，就是咱无需要安尼过度的迄款的关心，伊只要伊来到伫咱中间，咱伫遐来甲伊关心，安尼就好。咱伫遐安尼静静啊陪伴伊就好。咱毋好加讲，有当时咱加讲反而造成咱的即个本地咱可以要甲关心，结果递到伊一个心内搁较大的负担。但是咱今仔看今仔经文内面，咱嘛会发现，多马伊毋是干那有缺点安尼尔，伊嘛有两个真要紧的迄个咱讲迄个优点。伊有多马伊有两个优点，就是伊绝对毋去讲伊安尼伊捌遐伊所毋捌的代志，伊绝对。毋讲伊相信心内伊无相信的代志，这是多马伊的优点。伊有一种迄款咱讲不妥协迄款的诚实，
的迄款的精神，伫咧伊伫遐咧邀伊的时阵，伊无伫遐安尼伪装伊家己，伊安尼讲伊无怀疑安尼迄款的代志。伊无亲像有一寡人对信仰的迄个教义，安尼讲丝毫无了解的情形之下，伊确实有法度伫咧遐讲安尼高谈阔论，对伫即个信仰内面的迄款的安尼高谈阔论。多马对什么款的代志，伊拢希望伊会通肯定知影，伊的迄个伊的态度是咱讲十分的迄个明确，吼。捌有一个人伊安尼讲，我敢讲就是诚实的怀疑，比迄个无完全的信仰有搁较侪的迄个信心。我搁讲一遍，诚实的怀疑比无完全的信仰有搁较侪的信心。一个人若坚持。一定着爱将伊的信仰的迄个疑问、迄个谣言，甲伊弄安尼，甲伊用个清楚。通讲比遐个安尼欢喜伫遐高谈阔论哦，确实对伊所高谈阔论的代志不加思索，检采并毋是真正相信的人伊反倒安尼有搁较侪迄个咱讲有。迄个咱讲，迄个终极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信仰，因为当伊来将即个谣言的问题来弄个清楚的时阵，伊的迄个信仰会通得到一个搁较大的迄个徛在。这是伫咧多马内面，伊一个真要紧的迄个优点。多马伊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当伊伫遐，一旦伊伫遐肯定伊所信的，当伊伫遐安尼，伊原底伊对主的国话，伊无真清楚，伊无法度自信的迄个情形。但是当伊肯定了，伊就伫迄个中间，伊来全力以赴。迄个全力以赴，第一个就是伊伫遐来宣告，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伊无愿意去行迄个折中的迄个路线，伊表示，迄个伊的怀疑，毋是为着要表现讲伊有偌尔大，迄咱讲心智的迄个成熟的迄个技巧，乃是伊要为着要追求一个肯定的答案。一旦伊安尼肯定了，伊就对伊所肯定的来伫遐来降服，伫遐来彻底来顺服。一个安尼。对迄个怀疑到确信耶稣是主的人，伊所达得迄个肯定的是一个安尼，伊所迄个肯定的是一个咱讲未经思索就来接受，无法度安尼所无法度得到的，安尼因为迄款安尼的信心是经过伊安尼实际上家己去考验去得到的，遐。比迄个搁较安尼，咱讲，达得咱来安尼甲伊肯定。所以咱通好好来去欣赏今仔日当咱伫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阵，真侪人大部分咱拢会看见讲，多马是一个咱讲多疑的多马，怀疑的多马。但是咱若用另外一个角度，佮重新来看即个多马的时阵，亲像牧师过去捌讲起着多马，伊犹原嘛是一个难搞的人，伊是一个安尼有侪家己的想法的人。但是主耶稣犹原共款，为着伊，搁一摆来伊来显现，为着要互伊。的信心会通来搁较得到徛在，这就是今仔日咱的主，伊无随便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否定每一个人。伊伫迄个中间，伊虽然对多马伫遐讲你看到遮信哦，遐个无看到来信的，偌尔有福气。伊毋是伫遐来否认多马。
伊乃是要鼓励搁较侪遮个无看见来信的人，因是偌尔有福气，伫遐来来鼓励遮个人。所以弟兄兄弟，咱安尼对主的信用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信？耶稣讲，迄个无看见来信的真有福气。感谢主，咱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咱是咱是属伫迄个无看见来信的，互咱伫咧踮伫咧即个世代，但是咱嘛要安尼讲，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有偌尔侪兄弟，有偌侪人犹原继续抑搁伫遐鼓励伫咧咱讲将咱家己来鼓励起来。无愿意甲人来接触，咱有偌济兄弟，逐礼拜来到伫教会做礼拜，来到伫教会做礼拜，礼拜一煞，阿面颂一唱煞，礼拜煞，就一个飘咧，就走，毋捌甲所有兄弟有任何的互动。是讲有个人，伊虽然伫咧即个群体内面，但是伊的内心却犹原是孤独的。有个人虽然讲安尼伫咧即个群体内面，却是伊安尼将家己来孤立起来，真少甲人安尼有侪侪遮个互动，犹原共款伫咧群体内面，但是却是安尼独行侠。有个人搁较是安尼直接规气怎将家己关起来，无愿意甲侪侪人有遮个互动的机会。所以我嘛要来唤起伫咧咱的即个线顶的兄弟，如果你若毋是因为行动不便，是讲你有啥物款的因单。所以你需要伫咧线顶，请咱嘛毋好长期伫咧即个线顶做礼拜，因为教会啥物是教会？教会是人会组织的团体。你伫咧线顶，不管你是伫咧电视，你伫咧啥物款的情形下面，迄拢毋是一个真正常的教会应该有的生活。教会生活是需要咱伫咧教会组织内面，咱爱有侪侪人伫遮组织。咱不管是做礼拜煞，还是伫咧聚会煞，咱需要甲人有互动。咱需要伫咧咱的礼拜煞的时阵，毋是直接转去。咱需要的是伫咧礼拜煞，咱听了牧师的分享，咱伫咧聚会内面，咱有领受着啥物款的代志。咱伫咧迄中间，甲咱的同工，甲咱的遮个同伴伫遐来分享，讲我今仔日领受牧师讲啥物话，今仔日的聚会内面我得到啥物话，伫迄个中间伫遐甲伊互动，有人甲你伫遐同欢喜，伫遐来学乐上帝，这才是教会。佮毋若安尼，佮散了后，佮为你来伫遐代祷，讲感谢主今仔日我即个。某某兄、某某姐，伊今仔日伫咧即个聚会内面，伊有得到啥物款的代志，我献上满满的感谢主，也求主继续施恩赐福伫咧我即个兄、即个姐，伊伫咧过来即个日子内面，满有对主来的平安喜乐充满伫伊内面，这才是教会。多马因为将伊家己留伫咧迄个困境的内面，直到伊第一个时间失去了迄个见到国外的主的迄个机会。但是感谢主的是，迄个上帝主耶稣互伊有补课的机会。但是若会通好不要补考，敢毋是搁较好？多马伫咧怀疑了，伊努力伫遐去经历。去找找真相，最后伊伫遐来发出迄个信心的迄个宣告，直到互伊有迄个信心得到支持，直到伊会通好伫遐来全力以赴来去为主来付上代价。
咱也会通对一寡即个咱讲叫做旁经，吼，旁经内面有一个多马福音。遐讲起着多马，伊去倒位，后来伊受主差遣，伊去印度传福音。所以咱也有机会去印度，遐有一个多马的纪念教堂。鼓励咱所有正兄弟，咱时常咱会通安尼，甲着咱的主内，咱的正兄弟有搁较侪这互动的机会。检测咱会伫咧迄个互动的过程内面，咱甲着即个国外主相拄嘛无一定。咱甚至伫咧迄个中间，主圣神会伫咧咱伫咧甲人、甲兄弟姊妹伫遐互动的时阵，会互咱有迄款的感动，去领受着主对咱，不管是对咱的差遣，是对咱的迄个对咱讲起什物款的代志。互咱会因为安尼，互人因为咱来真正对上帝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使人因我们得福。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今仔日咱看见着多马的即个记载，以及主耶稣伊伫咧对着门徒所讲去领受圣神吧，对因来分一口气所领受着。求主帮助咱，互咱嘛共款伫咧即个过外节的即个第二主日。咱游玩嘛领受对主来的圣神，那有两个题目，互咱好好伫咧即个内面，咱好好来想。第一个默想就是“愿恁平安”即句话，到底伊咧讲起着什物款的代志？耶稣甲天父中间到底是根据什物话来建立的？咱是毋是因为对耶稣的迄个顺服，甲对耶稣的听，来回应耶稣互咱的迄款的使命？求主帮助咱，圣神亲自来对咱讲话。无许无有正确答案，但是咱会用来好好来想。第二个问题是，对多马的性格有几个方面，值得咱互相来提醒。迄几个代志是啥物货？咱头拄已经有分享。其他咱会通好好来去想，伫咧即个礼拜内面，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来调整咱，互咱的信仰会通哪来哪坚固，哪来哪徛在，甚至会通帮助侪咱四围咱的遮正兄弟信仰来得到徛在，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若毋是你的听。主，你找你独生圣囝来拯救阮，来救赎阮。主，阮实在是袂堪你。但是，阮既然领受遮尔大的丰恩，愿你的神不断来唤起阮，来提醒阮，互阮无继续落伫咧迄款的困境，也是迄个忧愁的内面，乃是阮要行出来。特别，阮要甲着阮的这信仰的同伴同齐来敲揣国外的主，互阮伫咧阮日常的生活中，会通时常伫圣神的引带内面，阮会通认出国外的主伫阮的啥物所在，互阮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迄个款的性命的款式，互侪人也因为阮来对主你领受你迄个。国外的迄个性命，伫因的中间来得到主你的施恩所满满。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因时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80首，圣诗第80首对主耶稣默想，请咱起立来因传手。
叫阮徛伫，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岁妇玛利亚出世，伫坟中壁倒仍然受苦，第四日死埋葬无遗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到坐伫上面的上帝的旁边，伊要以后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地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当时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这是请方美珍执事、李恩心执事来示现。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欢喜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是创造生命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阮要学乐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就算阮真做你的囝儿，这是何等的宝贵，互阮有真做有福气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伫生活中丰丰富富的看顾甲保守，阮无欠缺。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手使阮有气力，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甲行，得到上帝欢喜。这是阮奉献时间、财力、金钱，互你，诚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你感觉欢喜，阮所奉献的。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是咱重新来读本章的经句。
好，第代志，约翰福音第20章27节。好，咱重新来读。春金头仔来吃，探我的手，伸手来摸我的额下，唔通无信就信。好，咱搁读一摆。春金头仔来吃，探我的手，伸手来摸我的额下，唔通无信就信。约翰福音第20章27节。好，接下来报告。报告之前有没有第一次来，或者是比较久没有来这边的那个新朋友吗？OK， 好，那我们来看那个报告事项。好，报告事项的话，本主日第一堂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校园会。第二点的话是本会张占明弟兄于3日晚上9点22分安息主怀，然后将于下礼拜6就是22日的上午10点与本会举行告别礼拜。当日中午于圆山福园举行安放礼拜，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下主日是总会的大众传播奉献主日。30号主日是合堂，当天将有音乐敬拜，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献上赞美的祭。第5点的话是本会招聘干事，那详细内容请看公布栏。肢体消题的部分的话是18至21日的话，总会召开68届的常议会。那林牧师将前往参加，牧师不在期间，若有紧急事项，请联络代议长那个冯长老或是庄发美长老先行处理。6月12日、19日2梯次，然后新中松年部举办夏季灵修，龟山岛生态宜兰风情一日游。那如果有意愿参加的话，请在5月12日报名缴费，有意参加者向会长陈淑丽报名。那下周侍奉的名单如下，那请服侍人员预备心、预备时间。那聚会概况及财务报告，请大家自己过目。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向财务同工反映。那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雷文兄这边安。搁一个提醒吼，他都讲下个礼拜唔是吼，是这礼拜吼，这礼拜六吼，22号是这礼拜六要伫咱教会上午10点要举行个别礼拜，迄个赞明兄的个别礼拜欢迎咱正兄弟，咱同齐来参与来安慰咱的这个遗族。过来就是咱的这个30号吼，才有一个这个音乐敬拜这是对美国香柏树音乐国际宣道中心来到伫咱中间吼，要来分享信息请咱迄天阁是合堂礼拜，所以请咱注意吼。以上。OK， 好，那即马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一起为着世界的平安祷告。现今世上仍有许多地方承受着战火的侵袭，除了持续了1年的俄乌战争之外，以色列周围和阿拉伯国家的战火也是一触即发，战争已夺走不计其数的宝贵性命。求主的和平到来，祈求战火早日平息。我们也为着台湾内部来祷告，近来民众面对缺水、缺电、缺鸡蛋的问题所苦恼，以及民生物价上涨的不安，求主赐福台湾，以及赐福我们的执政者有足够的智慧，让民众生活可以早日步上轨道。最近适逢天气变化大，许多呼吸道疾病、肠胃道疾病也在国内蔓延，求主保守会友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足够的体力和免疫力。身体正在受病痛所苦的会友，也恳求主来医治。最近教会也有长辈过世，求主的安慰与平安亲自临到哀痛的家人和遗族。最后，我们为着教会的建堂、改建及社区关怀的事工来祷告，求主带领更多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让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亲历主你奇妙的作为。让教会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团结、更合一，也让附近的居民社区能走进教会认识主。以上祷告所求，奉我主耶稣的名，
阿门。请咱做伙因祝福的诗，圣诗第398首，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死线请牧师来教导，请咱起立来因传手。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对主你领受安尼迄个吊命，阮受差遣，要去出去来正人来宣讲主你国外信息。但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逐样的困境、苦难的时阵，阮犹原无论的。原来是搁较来倚靠主，时常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领受对主你来逐样的快乐、宽平、能力，来较赢伫阮所拄着的每一项的挑战，互阮会通活出满满有对主你来迄款的国外的性命伫阮逐人的心内来见证主你的荣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伫地，对即时离到世间的路火。阿门。遮济灭道必会。